台南盐水小店这礼拜日12月初5，要来举办着嘉年华的活动，真侪有在地特色的店家会来摆摊，唔那好耍，嘛有各种好康的会当来选买。台南市政府经济发展局甲咸水区公所要伫初5办一场咸水嘉年华活动，邀请民众做伙来参加，去体验丰富的在地人文特色。公所本身更有准备真侪精彩活动，要甲大家同乐。AR 体验哈，刚刚影片有点比较短，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每个人自行去体验。我们总共设定了几个，有6个的场景。除了有精彩活动以外，更加邀请真侪在地生意人来摆摊，大家会使一摆买到真侪农特产品。那福袋里面有5间至8间的店家的赠品，那我们是希望就是说透过这个机会，那大家拿到赠品的兑换券之后，可以到店家下去做兑换。整个台南的观光经济的一个复苏，我想必须透过很多我们跟地方，包括跟商圈的共同活动，一起来努力。配合即马正在进行的台南购物节的活动，希望讲用咸水嘉年华的活动来带动更加侪生意，更加是要行销在地特色，邀请乡亲来感受咸水这个小镇的美好。